的钻跟我的珠通通放在上面，我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今天要什么珠。礼服点缀品装在透明盒里，卡在头顶上的钢条缝隙，方便拿取。经营婚纱店的吴美冠和妹妹美乐在装潢时就想到把空间分成更多小细节，稳固的 C 型缸顺便当衣架，水管成了剪刀的家。不但想让收纳收得准、收得好，客家姐妹花还坚持省钱才是王道。像所有的杆子我们自己想，我们两个自己锁的。自己 DIY 上架牌的吊衣架中间买柜子锁就成了开放式的展示抽屉，礼服间加了帘子变成是衣间，而2间更衣室中间还有让木工师傅觉得纳闷的要求，姐妹讨论设计出上开下开式的悬吊柜。每次要出件，他们只要这样抽一个就好了，然后送洗回来就从上面投进去，然后出件都抽一个就好了。只眼魔斗，爱上电用。只眼魔斗，爱上电用，资源有限，要省着用。姐妹俩有许多独特的收纳观点，优先考虑使用机能。要展示几百件礼服外加配件，还要保持美丽的空间感，兼当婚纱拍摄场地。地板自己贴，椅子自己钉，方便拆取，随时更换格局。100万以内的预算搞定2层120平的装潢，还开心创造出想象的空间。这就是员工柜，所有的员工柜，员工的东西都摆这边，可是它是我们的楼梯，它可以上到我们的阁楼当储藏室，姐妹俩也特别喜欢抽空待在这里。我们俩会对坐，然后讨论要怎么做，然后他会反驳我，我再反驳他，然后讲出一些就是对方无法反驳的结论，对结论，对，就这样做。这是他们讨论激发想象力的秘密基地。不要只遵从别人的做法，脑力激荡，去试着做出来，眼前的一切就是答案，实现了更有成就感。上课喽！只眼唔到，爱上电用；只眼唔到，爱上电用。谢谢宗仪老师。